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阮活出你对阮呼召的意义，就是会当荣光上帝、荣光主，也用对教会诚侪澎湃的活祭，互主你欢喜。愿主你坚固阮的心，来跟对你，互阮口走向着所在标来向前。愿主你来引带阮各县教会来向头前的标口走。愿主诚做阮的光点，诚做阮的指引，也诚做阮所包的，你的彼咱相信来坚固阮。祈祷各家圣徒的名，阿门。咱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兄弟备办心，咱来开始今日的主日礼拜。做伙来吟会经诗、圣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请走甲。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愿伫你的圣殿内少念你的慈爱，愿要伫圣殿内。因为福气来心满意足，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2首来学罗上帝。圣诗第2首，咱起立吟
转手，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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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念我主宰，咱领袖歌这声，我若上主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给他爱，我若上帝基准的万主宰。现在，现在，现在，万千龙变白，烈日光温春天，红莲的波中间，千千万万变故，你的我若见准，出声感谢耶万上帝保护。现在，现在，现在，专的我主宰，万的歌声延续，我若上帝主名。现在，现在，现在，尊严我最高，我若三归心，都以我主宰。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日本着比列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堂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21。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21。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三称，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咱做伙来祈祷。
全能的主上帝啊，愿用敬虔、搁诚实的祈祷来就近你，恳求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搁互阮会晓得用虔诚的忏悔来得到你的赦免甲恩惠。主啊，我要感谢你的创造，你的保护，各将今世大项的福气赏赐阮。阮也要特别感谢你无穷无尽的仁爱，差派阮的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世间人，通互阮得到将来的荣耀。阮要恳求你，互阮常常笑念你的恩赐，会晓用诚心感谢你，毋简单用嘴来学习你，也会伫阮的生活中显明出来，用行为来证明阮是你的学生。大有怜悯的主啊，只有你知影，阮会常常犯罪，离开你的真道，浪费你的恩赐。求主怜悯阮，恳求你教示阮知影通怨恨阮家己的歹，会洗清阮一切秘密的罪恶。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愆。主啊，认罪的求你赦免，痛悔的求你接纳。当今日要圣餐的时，愿搁一摆要来奉献阮本身，阮的心灵甲肉体要伫你的面前做合宜、神圣，搁有活泼生命的祭。愿恳求你用你救赎的疼来成全你的恩惠伫阮的生命内面。阮要感谢你对圣餐，互阮诚做你的圣囝基督的一体，百体中的一体，承受祝福中是信徒中的一个。愿尊贵、荣光归入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囝、圣神三位一体的主，永远无尽。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乐队带咱来学罗上帝，伊要吟的诗，主唱欢喜的歌。谁敢放谁把你弄
中读上帝的话，圣经历代志下第3章第1节，第7章14节到16节。历代志下第3章第1节，甲第7章14节到16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动工起造上主的圣殿。这个所在早前是亚布士人阿罗那的五角场。上主捌伫遮对所罗门的老爸大卫显现，所以大卫决定要伫遮起圣殿。第3章，咱来看第7章。第7章14节，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土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因伫即所在所献的祈祷。现在我已经建即个殿，甲伊分别做成，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下面本堂牧师要正道伊的题目荣耀的教会。刘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主日是咱教会释教的纪念主日，咱今日有圣礼典、洗礼甲圣餐。伫68年的中间，咱做伙来算上帝互咱的恩典甲疼痛。伫过去的年日，伫过去上帝所互咱的恩典甲疼痛。今日嘛真欢迎台北中会伫新北的罗州长教会青少年团契。今日嘛伫咱中间做伙三教来学老主，咱做伙三教来祈祷。疼痛的主，阮感谢你，伫主你的圣所，阮来称赞来学乐。愿你显出你伫强抢的权能，嘛互阮所有的学乐，拢诚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欢喜。阮分扫角嘛着弹琴弹瑟，嘛着拍鼓跳舞，嘛着用诗弦的乐器、分箫以及大的锣钹，各种的乐器拢来学了主，亲像天地所有的声音，拢开喙吟诗来学了主。阮着出声来颂赞主你的圣名。今日阮用礼拜诚做祭，诚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感恩。愿主你的心欢喜，你的目睭、你的心，拢看伫主你所设立的导向教会。专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用荣耀教会，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分享。咱会记得咱台湾近代的宣教，对1865年开始，对雅各医生伫打狗，就是即摆基丁来订立了伊有伫府城。台南的府城来传福音。上早期南部是对1865年，北部对1872年，马街宣教师，一个是苏格兰的宣教师，一个是对加拿大来的宣教师。咱对台湾近代宣教的起头来看，迄时阵台湾人安怎对待因？甲伊骂，口出恶言，大声骂，甚至破动物，甚至若是动物也是人，的粪便，佮甲伊钉石头，无独有偶啦。马街迄拄着安尼代志，巴克勒牧师嘛拄着相款的代志，所以因拢无啥物分别甲差别。台湾人只有若看到迄时阵片仔尖尖，头毛毋是乌的，
就安那对因无真好的款待。伫即摆德产教会、屏东的竹田教会，还有巴克里蒙难在二轮蒙难的纪念碑，伊遐就咧写着当时巴克利牧师拄着的代志。巴克利牧师甲因讲，真可惜啊！伫我的身上无菜去拍算去，那伫菜伫作物以后佫会成长。咱来想看卖啊，宣教师伫初代咧宣教的时，是所受的苦，是比咱即马佫大几啊倍，敢毋是？咱即马讲，你要来信耶稣，你敢会迄样破屎？你敢会迄样结石头？袂。所以咱想看卖啊，耶稣帮助咱68年的释教的年日，咱来算上帝互咱的恩惠甲疼痛。今日罗州教会的兄弟青少年朋友嘛伫咱中间，我想因现在是毋是咧想一件代志？我们教会已经152年了，是吗？150几年，咱才68年，伊是咱的2倍佫有走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年岁哪大的教会，更应该甲俄罗斯想看卖啊！咱68年，咱回头看，咱的教会过去佫有分散，分散教会出去所以咱分散出去的教会，因的历史嘛，佫比咱佫较短。有一个牧师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早期宣教师所设的教会，伫清朝时代拢是伫咧街市的边的所在，包括即摆的台南新学院，伊住伫东门城门的边啊，城门的边啊，踏出去城门，就是毋是府城，踏出去城门，官府可能即个兵个保护袂够，迄时阵宣教师买土地，差不多伫咧街市的边仔的所在。但是经过160年，咱今年是宣告160年咱想看卖啊，遐个所在即马拢变做精华地段。迄时阵伫南部咱最爱看凤山潮州，这拢是迄个时阵，即马拢是迄个地区上界重要、上界黄金的地段。艋舺甲宜兰。咱想看嘛，到日本时代1895年，日本人来占台湾的时，巴克利牧师有受府城的人托付，叫伊去甲日本人交涉，讲恁入来府城的时，千万毋通杀阮台湾人，阮开城门，互恁入来，但是你爱和平入城。巴克利有受托去甲日本人交涉，所以后来伊有领一个勋章。你若看到巴克利牧师，伊晚年的相片一个勋章，迄就是日本人颁予伊的。所以伫日本时代，佮开始开拓，已经建立日本政府伊的发展，伊发展到地，教会就开拓到地。咱台中市内第一间教会柳园，1898年。拄好日本人来了第3年，相连1913高雄盐埕1923，你看这个教会嘛是有土地有建筑物，甚至迄时阵的人信主了后，有的是望族，有的是生理人，有的是社会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你注意看，伫日本时代，咱的长老教会，咱出偌侪高人，但是伫28事件。咱游园嘛，接顺真侪的高人，所以伫迄个时段，咱来看，伫日本时代开设的教会嘛是有土地，嘛是有建物。到伫2000了后培教运动，咱的教会是1957年来设教，所以咱想看卖过2年后，咱就70年。咱想看卖，咱是伫2000了后的培教运动，就 PKU。培教运动 PKU 毋是英语，是白话字，用台语发音来做缩写 PKU。即马较少人讲培教运动，总是想看卖150年，咱台湾长老教会有一个新的运动，叫做新八家运动新培教运动。迄时阵我有一个教我一届毕业的牧师，因拄有囡仔出世，拢号啥物家，伊要纪念121新八家
啊，阮就讲啊，有家也要有邻啊，吼啊，所以阮本地要甲阮的囡仔叫做邻医啦，吼，领医啦，就是伊是第一个阮出世的囡仔，啊，因为他是老大嘛，一加大就变成领天啦，吼，啊，就对于天父的手中吼领受即个囡仔，啊，阮做生一个尔，真可惜啊，所以新培家吼来靠遮个少年人吼，恁爱较努力，所以。咱想看卖啊，伫培教运动即10年的中间的目标，就是教会数、信徒的人数拢要倍增。这时阵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一个乡镇，伊拢有一间教会。特别若即个乡镇无设教会，咱尽量去甲伊设一间教会。咱台中外埔，敢有一个叫做外埔乡对无？外埔敢有教会？外埔无咱听到教会，啊，总是边仔有大家教会。咱即个目标。啊，甚至有个所在有达成，有个所在无达成。你来看20世纪尾后，搁21世纪开拓教会，咱即马开拓教会一定无法度买土地搁起啊，因为成本太悬了。即马拢买伫公寓的内面。啊，几年前咱的政府有发一条命令，就是讲禁止教会设伫住宅区、主体区，无法度搁。设立教会啊，无像较早，我公寓3楼、2楼拢甲伊设教会，即马袂使，吼，即马袂使，因为咱会造成住户伊的无方便的所在，吼，甚至有的教会伫遮学了，顶面下骹拢甲你敲电话去叫环保署来甲你检举，吼，足麻烦的。所以即后来政府已经有宣布，教会袂当设伫主体区或住宅区。哦，啊，若商办也是住商各一半的，就爱去看法律的规定。所以咱想看卖啊，后来教会设伫公寓的内面，设伫大楼的内面，空间就有限，空间就缩小有限。所以20世纪甲21世纪，咱咧开拓的教会，哪来啊？哪有咱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咱想看卖啊，宣教师互咱啊，留了咱偌济的恩典。咱嘛想看卖啊，咱伫培教运动设立的时，咱有一块遮尔大的土地。啊，伊即马现搁在价值，真正是咱搁用搁较侪钱，吼，才买会着。所以过去教会设立伫路边，后来伫巷，对无？啊，来伫街，后来伫巷，后来伫大楼的内面，甚至有的教会为着牺牲啊，因为为着要较大的空间，只有要伫地下室。我无会安尼已经参加3届，吼，啊，人伫地下室的教会，吼，所以迄天，阁有人啊寄一张 email 互我，讲啊，恁教会有需要无？有一个大楼的地下室吼，足快，看咱教会有需要要买，吼，我想讲咱教会都有5楼的空间，咱无需要迄个地下室，啊，咱教会嘛已经有地下室，吼，也做咱的餐厅交易的所在。所以想看卖啊，过去宣教师也是伫过去的时代，咱有土地，咱起教会，但是即摆若要设教会，咱所面对也有足济的困难，就是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了后，土地的价值一直咱约袂着，约袂着迄个速度。所以话上帝帮助咱，大笔要起圣殿。但是大笔要去圣殿上帝无允准大笔建堂，为什么？伊流真侪人的血，甚至咱想看卖啊，哪有战争无流人的血？是啊，吼！但是有流无辜人的血无？大笔伊翻身，所以大笔甲所罗门，或者所罗门这意思讲，伊毋望伊是太平的时代，莫阁有战争啊！因为战争太多，互我的手流遮尔侪人的血，上帝无允准我建堂，吼，无允准我建堂。所以伫历代志上22章，就有大笔叫伊的囝所罗门来，甲伊交代，爱为着以色列咱的上帝来起造圣殿。所以伊甲伊的囝交代讲，我本地想要为用上帝的名来起圣殿，但是上帝甲我讲，我不时交战，害真侪人流真侪人的血，所以无爱互我起圣殿。但是大笔做一件真好的代志，伊为着圣殿起圣殿来准备建物，才会建材。所以大笔伊
无法度起这圣殿，伊有一个遗憾，那是托动所罗门来起圣殿。咱想看嘛，教会是延续圣殿的功能。圣殿对约柜开始，到伫出来结伫会幕，到伫因伫迦南地啊，搁伫会幕，到伫大笔已经甲王宫拢起好啊。总是安那，伊看着约柜伫会幕他自己都住王宫了，上帝还住在帐篷里。我们用这样的按的概念来想，所以后来所罗门起圣殿，后来圣殿国家灭亡，圣殿被毁坏了后，犹太人进入到会堂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到伫教会福音传出去，教会设立，所以咱教会是有延续圣殿的功能。所以咱想看卖圣殿的地点是起源是人的顺服甲上帝的关联。咱想看卖这个所在是啥物所在？阿罗那的五角场，伫即个山发生过亚伯拉罕献祭，就是亚伯拉罕愿意顺服上帝替伊准备。以及上帝的关联，因为大笔伫阿罗那的五角场捌做一件代志，就是伊点兵，伊算人数。民数记有讲算每一个支派人，为啥物大笔伫算人数这件代志，上帝无欢喜？因为伊咧点人的时阵，讲这个支派有10000个兵，这个支派有15000个兵。逐个支派拢有遮个咱真少年的人，来做兵。想看卖大笔是用遮个人数咧建立伊的王位、伊的权威。嘛，因为安尼伊骄傲，伊家己，我有遮侪兵，通好来交战，通好来威胁对敌。总是想看卖伊算的是兵，毋是算上帝予伊的运气。所以上帝生气，所以这个所在是摩利亚山是阿罗那华语圣经是翻译成阿尔南禾场这个五角场是亚伯拉罕献祭的所在亚伯拉罕顺服的所在。咱想看卖就顺服顺服的地阿摩利山顺服才有上帝伊力，但是咱看到大笔伊点兵了，上帝生气，讲3项财有财咱凊彩你拣一项，我通好送互你，看你是要3年的期限，还是伫个敌人的面前，互人追3个月，还是伫你的国内，耶和华上帝岛要互3日这个瘟疫，这个疫情。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伫以色列的4国来实行毁灭。这3项大笔要选倒一项？所以大笔伊非常伫这个所在，伊特地来悔改。伊特地悔改，所以伊甲这个所在要来起做荣耀上帝的所在，因为伊伫迄个所在伊悔改。伫迄日，以色列有7万人来受害，来受毁灭。所以咱想看卖一个王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定，造成人民无辜的损失甲伤害。所以大笔伫迄个所在，伊反悔，伊谦卑，伊认罪。伊讲这个所在，我要献诚心甲献互上帝。所以伫阿罗那这个亚伯斯人的五角场来起做圣殿，这是安尼的原因。所以咱伫荣耀的教会，咱爱伫人的悔改甲谦卑，因为上帝看透人的心，大笔心内咧想啥，心内咧得意啥。伊讲我才会当上正直的人有遮尔啊济，我应该是一个真成功的王。伊是要安尼来显现家己的荣耀，所以安尼是毋对的。所以上帝看透伊的心，讲3个财人，你要敬倒一个。所以咱大笔嘛有伊好大喜功的心态，失去上帝伫伊心中迄种的能力，所以伊悔改，
谦卑，诚心互上帝伫伊的心中来坐大位。所以当你若咧点遮个士兵，咱会记得即件代志，大笔点兵，但是无点着恩典，无点着上帝互伊恩典。今仔日咱68年，咱所点的嘛是上帝互咱的恩典，上帝互咱的恩惠。教会会真做上帝，要咱真做上帝荣耀，愿上帝帮助咱，咱来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咱来谦卑伫上帝的面前，亲像大笔一样来降服。即今仔日咱的经节讲，即个所在若火解有人做有祈祷，上帝的目睭、上帝的心都看到迄个圣地。咱的教会除了娱乐敬拜以外，咱爱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以及咱爱常常祈祷，以及咱爱知影讲主甲咱的教会三甲同在，愿主赐予咱同心来祈祷。下头的主，阮感谢你，你兴起阮成做你的囝儿，嘛，互阮伫教会的事工顶面，互阮来看到上帝你互阮的恩惠较疼痛。阮嘛知影讲，即几年所设立的教会，实在是因的空间真有限。总是阮有遮济空间，阮因为安尼来学了上帝，嘛因为安尼，阮搁爱加倍努力来做主的工，互上帝名伫阮的教会来得到荣耀，嘛互阮的教会真正荣耀的教会。代表安怎伫主你的面前火解谦卑，将阿伦那的五角柱来成做起造圣殿的所在，透过伊的囝所罗门来兴起圣殿的建筑，互以色列人因有敬拜的所在，因有俄罗主的所在，有上帝帮助阮，阮的教会嘛成做阮敬拜、俄罗、祈祷、学习的所在。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圣诗，圣诗第448首。愿悲上帝即时降临，请咱起立吟全首。愿悲上帝即时降临，听你落步祈祷声音，愿应虔诚诚实谦卑，将这圣殿奉献予你。为家以后的这殿内，充满和平真理仁爱，你这听受福音真声，真那宣布救主尊名。阮国的人通受恩惠，留阮的人通得安慰，迷信的人会受感动，软弱的人会敬仰众。伊这细心通得过我，袂听话讲，也会唱歌。美美的人得着保险，诸事平安，我命丰盛。阮求上帝的这是阮赞愿是业，欢喜真久，愿精神都存这罪性，虔诚奉献做你荣耀。请坐，咱准备来举行洗礼。
咱来吟圣诗351。 上帝的水泉有水满满。
张玉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来彭宇，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爱奉心，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切成圣，叫恁的心甲魂甲身体，伫最后所求过来的事，拢准备保全，无通险。即时我来宣告恁已经有倒个恁的信仰来受洗。我到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已经奉当着顶了教会，甲各地小会方面接纳恁，成做陪参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转念主变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遮尔大，来接受你的囝儿女，你的教会，因为这圣礼典是因成做你的救赎的起头。愿主你来受伫因的心上，常常来坚固伊，圣神也常常来帮助，互因成做主你的囝儿，互因拄着试炼挑战的时，主你来为保护。当软弱的时，主你的开力来扶持，互因精进，好的精进，互因一心基督徒的本分一世人来服侍主。愿安尼恳求祈祷，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咱请娱乐来接吧。加油！好。关怀小组，关怀小组要献花。
坐。咱即碟来举行圣餐，咱坐咧吟圣诗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流出你宝血，献出你惊我，当我要这道恭敬感谢你，愿俺你笑脸，愿俺你笑脸，愿俺你来笑脸你。世间的愿望，快乐不孤单，只有主世界，愿望有缘分。当我要献心，求你相知心，当愿望无散，当愿望无散，当愿望来无塞你。我今天因我就不你，上我落眼睛，明日落满意。求主你赞我，为忠心不移。地高你过来，地高你过来，地高你过来的心。主要说这个名欢迎我那属于依教会的参加，所以上过来修筑圣餐。现在即摆请注意听，主要说对囡仔规矩伊的人所讲的话，恁着囡仔着我担当来着像我爸互恁安定。咱即点后面来修圣餐，咱注意听吼。这所基督恩典，甲咱正下即摆三个基地。这所设立圣餐是照保罗所讲，因我对主受麻烦，通互恁就是这所互人袂迄面下饼，就是来擘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一定听你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的是听你来纪念我，所以恁逐摆食这个饼，用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当这所互人迄面互人袂迄面有下饼，就是所以咱伫伊的名按照伊的名相，先来感谢天父，阮的上帝，
我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永远的祭司伫耶稣基督死字架顶所替阮背的罪，当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即个圣礼顶来预备做事，摆咧主你的面前的杯饼，通正做阮属灵顶面的帮助。愿你受恩恩传，互阮通荣耀上帝你的名。记得阮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身躯，着咱拍破，每一摆这个时，也来纪念伊，三甲来也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神用伫我的血所设立的。
既然恁的是一件呢来记我。圣餐嘛，诚做咱来思考反省，咱有啥物会当留下，咱有啥物也袂当不好，就是帮助咱，每一届守圣餐的时，咱的关系去恢复无，咱的关系顶面，咱来想看嘛，各种的关系，咱来思考，怎样用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杯是新约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名呢来纪念咱的主，做三个名是。你逐摆食这个饼，这个杯是表明主死到伊过来，或者说平安咱同在，或者咱来做得。阮感谢主，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神。主你的全能超过人所想象，主你的道路较悬人的道路，你的意念较悬人的意念。阮来跟随你，来行过世界，来跟对主的下步。让主帮助阮，阮诚做信徒，诚做基督徒，有时我嘛爱为主你来牺牲受苦，有上帝帮助。因为当阮每一届拄着挑战，你就诚做阮的庇咱甲帮助。阮今仔日用献礼典，助你的意向，甲助你同做的，来
纪念助力永远早有死，早有永远。安尼恳求伊等需要说几个名。阿门。咱用奉献来回应主的听，结良执事甲民典执事来施献。咱中间若有对奉献的意义无了解的，咱毋免奉献，无要紧。
请坐。伫咱社教周年的纪念日，真欢喜，泸州的青少年团契，甲咱的青少年团契要伫遮来献诗。
直接来报告甲通知，请咱先开周报的第3页，咱来读即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现在我已经经即个殿，甲伊分别做成，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历代志下7章16节来。现在我已经经即个殿，甲伊分别做成，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历代志下7章16节。现在我已经经即个殿，甲伊分别做成，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我的目睭，我的心嘛要永远伫遮。历代志下7章16节。第3页周报的本周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家己详细看。咱若参与伫事项，有拄合袂好势的，咱会建议你甲办公室请假，甲找人代替。咱先开周报的第4页，小的广告。咱本主日礼拜中举行圣餐洗礼，为张玉辉、赖环瑜、赖环新来举行圣灵洗礼。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咱欢迎台北中会泸州教会青少年团契来本会礼拜参与献诗，代表教会直接甲恁欢迎。第二，本主日庆祝本会设教68周年，咱等下咱请主办的赖正业长老来主持这个颁奖，恭喜遮的勇士背金句来得奖。第三，本主日中昼12点半，伫3楼的会议室，咱要调开8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出席。第4点，这个拜三的祈祷会，咱要为着忍耐甲公义2个小组来代祷，欢迎参加。第5点，咱伫8月31礼拜后的11点半，有准备要做中职的训练，伊的题目是要安怎成做一个好的施惠者。咱有请林牧师来做讲员，中职请毕万心来参加。即有准备午餐。第6，咱9月13拜六，咱为下晝9点半，甲下晡的4点半，咱伫埔里的水头山庄举办咱今年度的中职同工灵修会。咱有特别邀请台南富强长老会的下文系牧师来主领，请咱的同工踊跃报名来参加。第7，本会奖学金的申请办法，因为中职会有议决修订，这个修订的专文有刊办伫周报的第7页，请咱兄弟家己详细看。这个刊订主要就是咱即马甲咱的奖学金向下延伸即马国民学校3年以上就用申请奖学金。咱较早国小的部分是无奖学金，才会甲伊加入因为咱的囡仔真的是愈来愈少啦领奖学金的人嘛愈来愈少，所以中职会思考了后，感觉要甲这个奖学金的范围鼓励搁较侪的子弟来认真读册，所以咱有修订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办法甲这个国小的部分有甲伊加入详细情形，请咱家己详细看。第8项，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到9月31日截止，请咱向办公室来摕迄个申请书来填写。你若伫外部头读册的囡仔，你一定要有摕到自费证明要有摕到自费证明即甲你的成绩单作为来申请奖学金。第9，请咱继续伫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来配合遮的进度。搁来团契甲小组的消息，
团契甲小组的消息，主日今日下晝吼11點20要伫咱的農場伫遐種咧咱的應菜歡迎兄弟踴躍來參加第8月23甲24就是即個來禮拜六甲禮拜日，咱的主日有兒童夏令營咱盡量鼓勵咱的子弟來參加。青少年團契伫今日禮拜後咱伫4樓的婦堂有聚會要甲即個蘆洲教會青少年一隻聯誼第3兄弟團契伫永暗5點半有年終的聚餐伫即個大和招待所請兄弟團契踴躍來出席。雙年團契伫8月20就是過來即個拜三的11點要舉行即個今年的年會改選，伫即個北海華餐廳請客友踴躍參加。後禮拜咱主日禮拜後，婦女團契、社青團契甲雙年團契要聯合聚會，有邀請丹鳳陳鳳祥教授來聖經專題演講，這內容非常的精彩，請咱兄弟姊妹咱盡量撥咱的時間來參加這種真有意義、真有教育性的聖經的專題講座。咱來看週報的第6頁，有關懷協會的消息、甲集體關懷、甲教界的消息，請咱家己詳細看。週報的上後面第11頁有頂禮拜的奉獻報告做領收，這個名若是也是金額有錯誤的，請咱免客氣，向林主組長老來更正。請牧師來帶咱具體的關懷，也是迄個頂下長老先來頒獎四隊來頭前第一隊喜樂隊，第二隊文教隊，第三隊喜馬內利隊，第四隊是樂隊。所以咱题目袂讲太困难，大家拢来參加，互上帝的話刻到伫咱的心。好，咱來頒發獎品，第一名，咱鼓勵喜樂隊。咱今年印象做伙去第二名文教隊。下面咱们这三个来代祷，咱为着咱的集体关怀来祈祷，嘛为着咱的教会设教，以及按照所材表来跑走，
愿主帮助咱当先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伫说教的主日来演讲上帝你的名，愿主你坚固阮的心，而且互阮做伙三甲来自责，奉主你的名，帮助阮伫今日阮的肢体因的时段举行搁白色。虽然无法无用基督教式，都是阮感谢主你，嘛借着安尼，互都向教会听，互因感受，求上帝施恩帮助。我为着即个礼拜六、礼拜日接续的礼拜日，阮的儿童营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的小朋友甲老师伫阮的主题感官星球这个主题来体验上帝你的听，以及来体会上帝阮的主是光，阮行伫光的内面，阮就袂跌到跋倒。帮咱遮的老师来准备的中间，想使因有参名智慧，保守整个活动拢会当顺利。愿主你听遮的小朋友，今仔日阮主日学伫阮的6楼，阮的菜园嘛有要来种新的菜，求上帝来施恩帮助。阮嘛恳求上帝，你甲哀伤受苦的人同在。阮要为着中南部伫风台、伫大水的内面，侪人还未完全的恢复，求上帝帮助听因，甲因同在，以及听我即个土地，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所在，常常受淹水的困扰甲苦楚，求上帝来施恩帮助，嘛，互阮赐阮的政府，赐阮的政府能力，伫治水的方面。求上帝赏赐互阮，阮安尼恳求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咱来请迄个泸州教会这青少年团，恁拢起立吼，阮甲你欢迎一下，好无？欢迎恁来到咱教会。好，请坐，请坐。下面咱来行平安礼。请陈牧师来祝祷。咱即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真侪灭岛。咱今日礼拜到这，大家平安。